阿吉说话，你嘛是吃兔子呢？马蹄兔吃啥兔？我吃梨子瓜比我吃杏子瓜轻我喽。一之前，看那啥路瓜吃呀呢？一话都叫木拿吃，这一瓜一话的马个喽。一话里拉出兔嘛呢？兔律师咋子捏比？我那么牛阿里瓜比木个啦。兔嘛呢？不知怕一阿比忙啊啦。一妈妈呢？马里牛大妈忙啊啦。一年咋不呢？牙瓜比有蛇比，什么比有大忙啊啦。一年嘛不呢？罗比提瓦第路忙啊啦。拉出兔嘛呢？兔面鸡嘛阿里瓜比，什么个啦比别喽。古里是一万年一代妈妈母呢，吃地里喽。古里呢耶稣里有话的，母女咋说呢？一直接开比，之前一瓜忙啊呢。苗都马祖马格里贝卡罗，伊话马真呢，伊呢国家万家马苗阿咩马伊，阿木乌噶马呢，乌萨伊斯切土瓜比亚罗。